今仔伫咧花莲嘛有未少灾情，其中伫咧秀林乡嘉明地区，阁罕见出现这假裂风，真侪卡架厝顶拢去掀起来架起梯顶，这大路边的电条嘛规排拢去凹洞，这村民到呾收到，犹原是真惊吓。 看来风台虽然已经走啊，不过花莲秀林乡嘉明村的民众也阁真惊，因为10月31日，遮除了有风台，也阁有连光风，连光风的风真强，加真侪厝的厝顶掀开，路边的电火条也凹凹断。10点多的时候，就突然听到很大声的一个棒，我们以为是土石流，就一出来看，我们旁边屋顶也都被吹掉，然后那边还有一堆那个西行钢。 应该是从其他地方被卷过来的。居民受到迄当阵，实在唔敢相信秀林乡竟然有连光风，这种风的声音甲风台无同，这就是要甲所有物件拢放起来共款，也唔知什么物件对天顶摔来，而且连光风走了，风台阁继续闪。好像世界末日，很大声啊，隆。以前这边有发生过龙卷风吗？没有。它跟台风的情况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那个声音完全不一样。台电工作人员一早起来修理时阵，送上的总共有9支电火条啊，倒向南边，用电也来视察，差不多10几户徛架受到连光风破坏，铁皮厝损害严重，好加在无人伤亡。那昨天其实我们也紧急的，我们的村长协助我们的所有的收容所，还有我们应变中心的人员，尽速将他们撤离到收容站，暂时来休息。我们大概收容了大概100多个人，但是实际上依亲的人非常多。公所讲，秀林乡这边灾情主要是伫咧种植、富水、水源、嘉明、和平等部落。这个所在除了发生土石流以外，也有厝路损害情形，要完全修复，就要县府甲民间社团斗3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受到空雷风台影响，全国各部分的地区也咧停电，有不少学校停电，但是无停课。亲像伫咧云林的口湖乡的文公国小，也未恢复送电，嘛是照常上课。我们文光国小是停电的状态，所以我们紧急的处置，就请人力来将我们所有教室的通道的铁门啊，靠人力来把它给打开，让学生都能够顺利的进到教室里面去。 因为即马也未恢复送电，学校上下课的这静声，就改用这拍鼓来代替。那根据统计，云林县顶部有10间学校停电，已经继续在抢修当中。